塔羅占卜多數問邊啲問題？通常我哋做駐場占卜都會先報價同埋收機構一個固定嘅費用，然後再幫佢哋指定嘅客戶做免費占卜。遇到第一次接觸塔羅占卜嘅客人，因為好奇嚟嘗試，但有時唔知問乜嘢問題好，有時就會問翻我哋應該問啲乜嘢問題，大家覺得呢？我俾幾秒時間大家留言講得。正確答案係乜嘢呢？聰明嘅你哋當然會知道啦。塔羅占卜最多人問，首先係感情問題，其次就係事業嘅問題。咁塔羅占卜可唔可以問其他類型，例如健康、財運或者其他疑難雜症，例如失物、移民、家庭等等呢？理論上係可以嘅，不過因為塔羅最擅長係反映心靈潛意識，所以喺感情占卜方面可以好細膩同埋準確，而且塔羅牌設計包含神秘學嘅知識同課題，所以當占卜師能正確咁將信息話俾問卜者知道之後呢，問卜者能夠調整自己嘅心態同行動，未來就會變得更好啦。呢個比起純粹以預測未來結果為主嘅占卜方法，會更加有鼓勵人心嘅作用。問卜者如果可以透過塔羅占卜明白背後嘅人事物嘅影響因果，而去改變自己，的確可以將塔羅占卜嘅正面作用發揮得最好。就住塔羅以上優點，會係愛情、事業嘅兩大類別發揮得最好，所以如果有人問我塔羅最適合問邊類型嘅問題，我都會係答愛情、事業。事實上，20幾年嚟我接到客戶嘅問題有90% 以上都係感情問題，其餘9% 係事業工作，只係有1% 係其他類別。如果問卜者有其他類別問題，例如健康、財運或者餘下其他疑難雜症，我會就住實際情況可能用塔羅，或者建議其他方法，例如中式命理或者卜卦。大家如果想嘅話，下次我可以再拍一集講下點樣適當處理其他類別嘅占卜問題。有興趣嘅朋友記得留言同我講啊！今集講住咁多先，大家記得留言話我知想我分享乜嘢內容，記得追蹤我香港專業塔羅協會會長 Manny 嘅 IG， 下集見。